聖經講喺加拉太書54節咁樣講到，攏種一切嘅法律都係住在一個範圍，就係上下對於攏種人類上下一個單三樣嘢。嗱，攏種世間呢個法律啊，就係900一家，都係住在一個法律範圍裡面，就係世間人類嘅上下。上下一個單三樣嘢，加拉太55節咁樣講是家啲，但係講你都係相拗、相隨吞、相隨不壓，注意小心嘅人，為了你都唔係相隨滅亡，而是唔係相隨孤海做出壞生事嚟。嗱，我人班人啦。歌羅西35節咁樣交代一家，應該喺基督面臨一家嘅心中，一家嘅心裏啊，應該啊要基督嚟面臨，因為到家就係上帝愛一家做嘅，一家嘅感恩對主，至於一家嘅心打開嚟講，係本基督嚟面臨，係本基督嚟看待。一家嘅感恩對主，但係呢係講一家要基督嚟看待一家嘅心中，一家得到平安，一家得到快樂，一家得到有忍耐嘅心，得到有向原諒人嘅心，一家唔係相拗，也唔係相拗，也唔係相不壓，也唔係相隨殺，相隨做壞生事，一家要相殺，相殺一家單三樣，所以咧經節講殺。攏種人類向下一個單三樣嘢，唔好變成又小又閒，對於攏種兄弟姊妹們，阿門。